亞洲電視踏入午夜就會告別大氣電波，相信好多觀眾同我哋一樣都有啲依依不捨。冇錯啊！由舊年不獲續牌起計，股權變動加上欠薪風波，1年之間員工嘅總數由700幾人銳減去到剩返100幾人。係啊，留守到最後嘅包括新聞部嘅一班員工，台前幕後嘅同事都表示喺呢度最難忘嘅就係濃厚嘅人情味。由何容生講下。都可以講係親密戰友嚟㗎啦，因為即係每一次翻工，我過片咧都要係靠要用呢部車入去片房攞片。緊守亞視新聞部資料室42年，根叔對於老家拖糧特別心酸，出唔到糧咯，同埋咧係話個糧嗰度咧係2個月，而且仲係響接近係中國人嘅農曆新年，係最守緊就係呢新年啲錢㗎嘛。公司告別大氣電波，人情始終念念不忘。大家係好合力去即係完成完成每一日嘅新聞，即係做好個新聞。即係大家係落手夾手夾腳咁樣咯，即係唔會話偏私你做嗰樣我做嗰樣。我覺得即係話亞視個新聞部個人個人情味又好濃厚咯。喂，豪仔。唔該晒，金哥。悲歡離合無分台前幕後，喺亞視做咗16年記者嘅豪仔，亦都對亞視依依不捨。我哋係手足情，好嘛？嘅感情就係，因為都係講嗰句咯，亞視新聞個資源係真係緊絕嘅。咁我哋好多時一個人都要做多幾樣嘢，又或者好似我哋嘅體育記者一樣嘅身份，冇人。我亦都試過喺奧運裏邊冇 crew。有 cam， 我自己同自己做扒做 stand up， 即係有好多嘢你係做一個普通記者唔會有試過咁嘅機會，但係喺亞洲電視喺亞視新聞裏邊，你真係可以俾到你有好多嘢去接觸到。亞視服務觀眾59年，由收費轉做免費電視，交牌之後將會轉型衛星電視。全球第一間中文電視台係咪有始不有終呢？雖然係冇咗大氣電波呢，但係我覺得話亞視咧都會係持續嘅，係永恆嘅。就算佢無論如何係用乜嘢其他嘅，即係話或者係網絡啊嗰啲，我諗佢係應該係會延續咯。亞洲電視記者何容生報道。過咗今晚之後，亞洲電視將會以衛星電視同埋網絡電視平台嘅形式，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。係啊，咁希望大家啦，好似過去50幾年咁樣，繼續支持亞洲電視。各位，後會有期。